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中央气象局讲，今仔日开始刷落来4天，全台湾各地拢爱防过昼的雷阵雨。果然，这个南投的鹿谷啦、小半天啦，还有溪头日月潭，下晡拢落大雨咯。这个当地落雨的状况，要请咱的记者徐梦兰讲互乡亲知。来，梦兰。 是，即马呢，阮看到画面中呢，在落雨的所在，就是伫南投日月潭，而且呢，这场雨呢是伫中昼的时阵开始落，民众呢拢相当的欢喜，大家呢拢摕出手机录影，而且呢，不敌日月潭，路过小半天，搁有溪头嘛是落大雨，尤其呢是在日月潭，这个雨呢足大，雨面上呢因为大雨一直落，看过去呢变成一片白茫茫，徛伫路边看呢，这日月潭。 亲像梦中生命大的所在，非常的美丽。而且呢，民众有翕到雨水拍伫路顶头，搁会溅起水花，这个落雨声嘛足大，所有的人呢听到拢真欢喜。这场落雨呢，已经落了有1点外钟。根据呢这个日月潭气象站提供的降雨资料，日月潭的累积雨量来到24毫米。 是今年呢上济一日累积雨量，大家呢拢就希望卖收紧停，互日月潭的水库会当积水大。以上呢就是上新的状况。